前以后，我系喜里人，下组分享乡亲朋友等待客家亲新闻，来关心有关一下疫情的亲新发展。一下时间係2:13，等待指挥中心我来开记者会议，接来关心现场的最新发面。今天记者会还是由我们陈指挥官亲自主持，那我们的副指挥官陈副指挥官也一并的出席。那在我们后面在最右后方是我们社区防治组庄仁祥庄副组长。那在中间是我们医疗应变组的石崇良石副组长。那在左边是我们王必胜王副组长。那现在就请指挥官跟大家报告一下过去一天我们工作的一个进度。好，各位记者女士先生们，大家好大家午安。那今天是连假的第2天大家都辛苦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宣布我们新增的9例的确诊。好，那7例境外移入，那2例是本土。好，所以案例是从340到348。好，那7例的境外的移入跟2例的本土的个案分为60多岁的女性，按343及40多岁的女性按347。那这2位当然近来都没有出国史不过按343呢她的丈夫是3月17号自美国返台，那个案于3月20日出现咳嗽、流鼻水等症状。那于24日到28日有多次的就诊，31日再度就医收治住院检采。那当然他跟他先生但他先生我们也会采了到底之间的一个关系到底怎么样，那要进一步的再厘清。好，那这个347另外347是昨天公布个案的336大家记得昨天我们公布了一个在社区的保全那经常一些我们的录影带里面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接触者那这为他是一个2个是有这样的接触。24号发病，那2度就诊未缓解，那31日就把收治住院采检，今日确诊。好，那相关的疫调也持续在进行中那因为这在这个社区里面社工队里面有相关的，不管你看社区的消毒那或者就是说有出国史，或是有呼吸道的病史还有接触史这我们都用适当的方式来做相关的厘清。那7例的境外移入个案是5女2男，年龄介于20多岁到60岁，入境日介于3月14到4月1号，发病日介于3月19到30日，发病前的活动地点最主要是有3位是从美国2位跟英国有关，那1位是泰国，那有1位是原来我们有的一个澳大利捷克团澳大利捷克团的成员，那本土的有2位。那这个澳捷团这个是按341那是按338的妻子一同参加澳捷旅游团，3月25日发病。那该旅游团到目前为止总有6人确诊。那按的344为按182的妻子同参加美国的自助旅游团。那3月20日他其实陪这个按182就医时那时候就有采检过，不过在那个时候采检是阴性。那因为有进一步的症状，3月30号出现发烧，那收治采检那确诊。那该旅游团这个美国自助旅游团里面目前也是有5位确诊。那相关的这些旅游团也都是在我们的居家的隔离中了那不过也都一一的这样的确诊了那所以在这里面几个案子也给我们一些相关的一些经验尤其像344这案子在那时候是陪他先生他们一起去旅游，所以在当初那个第一时间也采检，不过那时候仍然是阴性但是他仍然还是维持在我们的居家隔离的里面所以事实上有很多的一些情况，不管是在症状或是在各种的样态上面，其实进来都有一些变化，我们会持续予以注意。那前2天我们公布了这社交距离在这2天看起来
其实也非常高兴哈，那大家都有尽量的配合，像我今天早上看电视，我也看到，恒春吧，警察局的同仁也非常辛苦，分局长也亲自，到街上，去宣导这样距离的重要性，不看起来还有一点近了哈，那不过我认为警察同仁大家都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也都用自己的时间，然后积极的去来宣导这件事情是非常的好。那整个在大众的这样的一个运输系统里面，我看大家基本上因为这2天也算是人多嘛所以大家都戴口罩这是一个好现象。那不过有看到一些相对极端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想在这里面为了让这整个事情的执行上能够更有效率。那我们要求就是说在大众运输无法有效的达成社交距离我们要求戴口罩了。那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不管从捷运要进去或在高铁等等的如果没有戴口罩的话，我们也予以劝导如果没有劝导的话我们大概就会处分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应该是3000到15000，3000到15000。那当然开始这我们还是予以劝导不听，我们就会开罚3000到15000。所以有看到一些比较极端的个案，有扰乱秩序的行为，那会根据社会秩序维护法那予以处分。然后第二个就关于居家检疫居家检疫的部分。那居家检疫的部分事实上有相关的一些规定但是。有时候在家里面确实很难达成这样的一个完全的一些隔离的情况。我们当然要求在居家这平常我们还是要1.5的公尺嘛那相距离还是要戴口罩那单独的卫浴不要共餐等等的。那这些的规定之下我们认为我们还是建议说没有办法达成这些相关的这些规定或没有办法有效的来执行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跟县市政府来联络能够到我们的安心检疫旅馆。那如果有困难那我们可以提供我们的检疫所供大家来运用。所以在几个特样我们简单讲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办法单独一个房间那家里没有2套的公共的那个卫浴的设备那或者就是说家里有小孩或是有这样子比较严重慢性病的病人小孩子拍照你也很难让他去做有效的隔离。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到我们的安心检疫的旅馆里面来住，那这样更能够有效的做区隔然后在我们的口罩到今天，我们的累积登记的量，第3波的登记量有182.5万。那大家可以多运用因为这4月9号到4月22号就可以领取。那这波订购大概就是进入到我们14天9片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所以尽量运用我们这样的一个网络的系统来订购。好，那我们今天就做这样的报告那有问题现在可以提出来。您好 ，TVBS 提问，这几天我们有定出这个社交距离，那有民众就很好奇说，这样子的社交距离是怎么会突然定出来？因为有很多国家，他们是在封城之后才开始有所谓这个社交距离的管控，可是台湾好像特别早，那是不是因为说怕这个境外移入的案例中可能会有破口的出现？那我们也观察到，就是说这3天的这3天的这个确诊数很像都10人以下，那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的这个边境管控其实是有成效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按336的这个女保全，可不可以公布她的这个社区的地点？因为她除了可能被社区的人传染之外，她也有可能在下班或者是休息时间，可能到旁边的超商买饮料，那可能就会有接触到其他人。那是不是说可以公布一下，让邻里能多注意一点？谢谢。那2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担心有破口？那当然是担心有破口嘛。如果都没有破口的话，当然就不用去做什么这样的一个准备。那第二个，当然很多人都是风前后做，风前后做就来不及了。对，我们当然是个人把它保护好，那没有办法保护好，才会做这种大范围的一个区隔嘛。所以这算是一个超前准备。
好，算是一个超前准备。我一再强调就是说，好，我们不能够就是说完全认为就是说社区里面一个都没有。好，那我相信在这种整个世界在这样这个大波的一个流行里面，有无症状的等等的相关的情况，潜伏期的情况很多。好，但是这中间怎么样把自己保护好，而不要进到真的到封城的情况。那封城会什么情况？就是有大区域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的传播，或是多发性的很多地方里面很多。台湾现在这样的情况还没有，但是我们一定要对这样的情况，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戒心。好，所以才会就是说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距离，那不行的话，我们就可以来戴口罩，就把从这样的一个防疫从个人来做起。但同时在社交距离的推动里面，洗手还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了哈。洗手、个人的卫生、环境的卫生，好，这都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好，那至于在社区的地点，社区的地点哈，应该是大概说一个区域吧哈。目前我们针对这个保全那他因为他平常事实上是在骑机车上下班啦，那我们目前也会针对他的这个到底除了上班下班之后，那有去哪里，我们还在调查那有关他的地点的部分，因为这个社区我们事实上也跟这个就是他们的社区管理委员也知道也告知那也请他们这个社区的人也特别注意做自主健康管理。那目前我们针对这个社区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有住户他们有这个症状或者有出国史的话，那我们就有跟这个保全有接触的话，我们都会先来采检那如果没有接触的话，那如果有这个症状跟出国史的话，也会请他来采检。那现在我们正在缩短这些，就是尽量去把这个可能的这个暴露者把它找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也确诊了一位，就了解说，有一位个案有可能是跟这个保全接触之后，那受到感染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会再尽力来做这个一个报告。那当我们有更进一步的有关这个保全跟这个住户之间的一个互动更多的讯息后，那我们会评估之后，那再释出给各位知道谢谢。我那个庄副就不太愿意讲了那不过终究讲让大家能够安心了第一个就是说，对庄副为什么认为说不用讲也可以我想一定是有他的理由嘛。最主要理由就是这里面社区里面监视器非常的完整，所以有到这纵使从外面来的跟他有接触过的全部我们在监视器里面都会找得到。这是第一个如果今天都完全没有，可能有人会担心说我是不是住在附近我跑到里面去，那是我曾经跟保全讲过话我就惨了没有，这些都在监视器里面我们都过滤过所以有接触的人我们都会通知他。然后第二，这里面的住户让主委根据这里面跟所有的住户来做讲。然后第三个，我们当然对这所有的大楼的公共的区域全部都做不是大楼的社区的公共区域都予以消毒。然后第三个，我们对大楼里面有旅游史、有呼吸道症状的这我们都会去采检。然后第二个说跟他有接触过的，不管是只要有旅游史或者只要有呼吸道的症状，我们都会采。然后再请全区的人要做自主健康管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层一层这样下来，我们及早希望能够厘清感染源，然后也让这样的一个感染不要扩大。那对于外面的人，基本上都是因为这整个社区是有一个监视器在，所以在里面要进出的人都会经过这样的一个监视的系统。那我们也调阅了这样的一个监视系统。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我们有发觉说没有办法掌握到的，我们可能会进一步的公布。不过目前我看，只要把这些措施做完全，应该能够把这个范围，圈在这个范围内，这样子的报告，来。长官好，东森新闻想请教，刚刚补问一下，提到这个社区保全，它延伸出来这一案，可以透露说它是住户，或者说他是访客，还是说有可能是像外送员之类的这样的职业吗？
那另外想要请教的是，现在有没有可能针对大众运输工具，包含像是客运啊、火车或者是高铁，有没有可能会禁止在车上饮食呢？第二个问题想请教是，大陆上海那边有一个医师说，他们上海那边的案例里面，富养者的体内病毒是死的，然后不具传播能力，说也没有人传人的现象。台湾这边怎么看呢？谢谢。吃东西哈，我们当然希望不要在这吃嘛哈，就有这样的一个飞沫的问题。那我有看到有人就是说，那万一有糖尿病，哈，有低血糖的情况怎么办哈？那我们建议还是跟平常这医师的建议一样嘛哈，就带一颗糖果，带几颗糖果，哈，万一有低血糖的情况的时候，哈，就可以来使用。那至于就是在富养的情况，我们是不是请那个哈，我们的署长要不要跟大家讲一下？嘿。没有听清楚，就好的，后面有听清楚了。好，有关富阳这个部分哈，那我们认为啊，应该是说应该是说他应该是本来就是阳性，只是在检验的过程当中，像有些国家它可能只有采了1次阴性。記者飛行啲持續進行當中，先為大家來整理下，近比有關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近比公布嘅。關於有新增加9個 COVID-19 武漢肺炎嘅病例，其中呢有7個係對境外採錄來嘅，還有另外2個係本土個案。針對2個本土個案，分別係一個60歲嘅女性，還有一個係40歲嘅女性，也就係40歲嘅細某人呢，佢係按347，其實佢係同初邊公布嘅第3期當中來做保全嘅第336件案呢，發現到嘅有2-3人是接觸到，故所呢近比公布嘅同佢接觸到嘅人係近比新增加一個本土案例。另外呢，第343嘅案例呢，佢係先前是同佢並冇出國史，不過佢是同佢老公先前是去美國，故所係唔係對鴉片來接觸到嘅，也下限愛持續來查。針對近半夜，也嘅指揮官陳時中佢咪有表示講，從有人會知道講愛公布也嘅沙期保全，佢係同馬薩接觸到也下限愛查，不過近半夜同佢接觸到嘅人係近比新增加第347嘅案例，故所呢希望講大家唔好太過驚，因為也嘅沙期已經有照監視器來去發現講馬薩是同也嘅保全有接觸，故所都有對佢哋一來通知，也嘅沙期嘅主委都有對是同也保全接觸到嘅人來通知佢哋。另外也嘅沙期呢作為共享區嘅所有櫃海嘅消毒作業。還有呢，是有理由是沙期當中是出現理由，冇錯有相關的接觸史嘅人，所有嘅也嘅都會打綁也嘅詳細嘅一條來針對佢哋來做通知。韓國全體嘅民眾未要求佢哋來做好自主管理，有按到嘅詳細一條嘅措施。就會繼續來潛出也係馬薩車本也嘅保全嘅，故所還係希望講唔好同也公布出來，因為大家做嚟有按到嘅措施唔是太過強。另外還有針對家下呢現場沒有記者來提問講，因為對新嘅處理措施，台中交通運輸公司係有規定講，無帶作業名嘅人就做唔得，就愛禁止入去也嘅查條地位度，無論係坐高鐵、坐台鐵，也條公共運輸都做唔得講無帶作業名。故所呢現場沒有記者問到講，接下來係唔係愛針對也嘅查項做唔得食東西，咪愛填出規定？家下指揮官陳時中係表示講，係冇辦法來做硬性嘅規定，係講呢強怕食東西會有後來鴉片嘅飛沫、飛沫嘅感染者，大家係愛清強心，係講有糖尿病、有一個帶血糖也種相關嘅病史嘅人，係記得咯，照醫生嘅囑咐，愛帶定細細粒嘅糖嘅，係講有時直接食落去，唔過貴下係愛提醒鄉親朋友，提醒所有嘅民眾，盡量唔好啲台中運輸公司嘅查子。
子，也从2位地度来失动时。还我提醒大家呢，要随时注意沙期也个沙高的距离，室内要保持起码1.5公尺的距离。另外呢，户外提醒大家，要有保持起码1公尺的距离，还我随时要带定作业物，尤其是土、非特定人同场所的所在。提醒所有的人要注意自家的身体情形。继续来关心现场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进行情形。最小。你好，大义电视想要请教今天的本土案例343，因为我们在3月21号的时候有宣布要召回有过欧美旅游史的民众，要再扩大进行居家检疫。请问当时他3月17号返国，从美国返国的先生，当时有通报吗？那么他的今天的案例343的症状，当时有一并的回报吗？还有要请教那个347，也就是保全的接触者，可以请教他们监视器看起来接触的状况，还有他可能的职业别或身份别大概是什么吗？谢谢。因为那个在问到是343嘛，哈，他家人就是他先生3月17号从美国返国，那3月17号美国返国的这一批，我们是召回的是在里面有健保的就医史的，我们才会召回。那到3月19号都进入居家检疫，那因为他等于是都没有症状嘛，先生都没有症状，所以没有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名单召回的名单之内。好，那至于他的相关情况，好，刚刚是说347的状况那个他应该是一个在公司上班了哈，那不过他应该是附近的一个住户，那跟这个保全之间有一些接触，就是说可能要采买一些东西，所以有一些接触。那也发现是在这个保全在发病后，他们有互相接触，而且有口罩。他们并没有2个人都没有戴口罩的状况之下，那目前是怀疑可能是由这个保全这边传染给另外这个住户。谢谢。因为是在以后也我们检视这样的一个监视器，他们大概应该说就有20分钟左右的一个交谈，主要他们好像也一起做团购，那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交谈，那看起来那时候在交谈的时候也都双方都没有戴口罩。所以有这样子一个相关的一个联系在，所以我们判断这里面，那因为发病一个比较早，一个比较晚，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传染可能性。所以包含这一位他另外的一个家庭的关系跟他上班的关系，我们也会包含在我们的疫调里面。不好意思，年代义电视这边想要请问一下，居家检疫的人数最近有暴增，那衍生不少问题，让第一线的防疫人员压力也变得比较大。那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他也建议说，希望全部入境的人都能够集中检疫，或者是说住到防疫旅馆。不过现在想问的是，以国内目前的检疫量能安置的量能足够吗？谢谢。如果要没有选择性的全部都要住进来那大概目前还在发展中，因为4月1号，我们才宣布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些对监狱旅社的一个补助。不过如果个别地方政府认为在里面它的一个居家检疫，一方面当然就是说可以充实这样的一个居家检疫的服务人员的量能。如果觉得说他这地方要他集中检疫，他们如果报上来，那如果可行性高，那我们也会准。报道者提问，想要请教一下案341啊，他是奥捷团，那他是在3月14日就是出国嘛，可是他回来应该隔离是到3月28日，那这样子的话，他的通报日是3月31日，那我们有去问过说他中间有没有症状吗？那我们中间有没有曾经因为他是接触者而采检？那个时候是没有采检出来吗？那另外也想要请问这一团，他目前之前说是有4个重症，1人死亡，那现在情况大概是怎么样？谢谢。有关这一位341的341他是25号在居家隔离期间，那偶尔有出现轻微的腹泻了所以他是因为3月30号陪这个先生到这个心脏科回诊的时候，
那因为医师有询问他的这个旅游史，还有这个有没有可能的这个接触史跟这个群聚的一个状况，那所以他后来就认为说，可能需要他们两个都需要去到医院再做这个采检啊，所以他们这是为什么后来会先后这个有这个阳性出现。那这边指挥官有说过，大概是他们针对这个症状的认知大概比较不一样了哈，就是说因为他这是有腹泻的一个症状，那以为这只是吃坏东西这样子啊。那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奥捷团他们目前这整团6个人的确诊状况怎么样？就是有没有增加重症？目前其实重症还是维持上次说的，还有2个是在加护病房嘛哈，那1位是死亡哈。那总共有17人啊，那目前有6人确诊。那我们有针对不过他们大概已经完成这个居家检疫的一个期间，那我们有再去跟剩下的这11位再去询问了哈。那目前昨天有找了2位其中的这个个案，那他们是说没有症状，不过请他们到医院的时候，那发现说那个肺部都有稍微的这个浸润了哈，所以有紧急再请他们再住院。那目前我们在针对另外的9位啊，另外9位他们也是都没有症状，不过我们现在是请他们都赶快去这个去就医采检，那做一个最后的一个确认啊，谢谢。长官好，中视提问，我想请问一下，刚才那个庄副有提到这个腹泻的症状，所以接下来会把这个腹泻症状列入就是你们的症状之一嘛？那接下来就是在美国那边，他有提出说，除了这些症状外，还会出现就是坏死性的脑病，就是有像失语症或四肢瘫痪这样子一个大脑的一个症状。然后这个部分的话，指挥中心有没有看到有一些案例是有出现这样的症状？再来想请问说，那国外有建议说可以延长就是居家检疫的隔离天数到45天，指挥中心这边会考虑吗？谢谢。把相关的一些现在大家出来的症状我想我们的专家小组也都在研议中。我想应该是有一些范围的我们像本来的嗅觉、味觉的本来没有列在里面，那这腹泻他们也会慎重的考虑。那目前没有考虑把居家检疫的时间延长到45天了那至于您刚才提到居家检疫14天，延到45天的这部分的话那目前大家普遍的话，一般认为说这个疾病它的一般而言，最常见的一个时间大概就是5天内左右了那但是一般最长有可能到14天，所以说14天已经是有相当的保险在了那延长到45天的部分，这也许是有非常特殊的案例但是如果普遍这样子做，的确会带来很执行上者往往会不可行Happy Times 提问，针对您刚刚宣布的，就是在大众运输工具不戴口罩，就是不听劝导会开罚。那想请问一下，这个开罚流程会是怎么样？比如说在公车的话，可能就比较少有机会有人员去劝导。那如果是在捷运、台铁、高铁这些地方，他们如果是忘记买，他可不可以当场去附近购买，就不用被罚？那第二个问题是，刚刚稍早外交部有发新闻稿说，星期2的时候，台美高层有一个电话会议，那卫福部这边也有派代表参加，想请问参加这个会议的是部长吗？那电话会议的内容大概谈了什么？谢谢。在公共运输系统上面，高铁、台铁，其实如果在这2天的执行上，如果遇到有旅客忘记带，或是没有的话，他们会先辅导他们在他们邻近的这个便利商店来购买，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个未来在开罚的部分，交通部会来作为主政的机关，
因为这个所有的交通运输业的部分由他们来做主管。那像捷运的部分，北捷、高捷、机捷等等都在跟地方政府有关系嘛，那高铁、台铁都有一定的这个机制，那也有相关的人员，所以来做开发。讲的是几月几号了哈？我们都当然是有跟美方有相关的一些会谈过，那也都就一些相关的合作，那还有我们希望能够加入 WHA， 还有一些国际的互助。我们是有谈过了哈。不好意思，这边台师提问，但我们是想要回溯之前有一个就是案301，就是实践大学教授这一案，因为现在我们有掌握消息，就是说这位教授在确诊就医前，他曾经有到宜兰的一个教会去参观，那参观的时间有2个小时左右，但这个中间过程中很长时间都是没有戴口罩。那在这个跟他一起参观的人里面，也有人没有戴口罩，可是在确诊后，这些人却没有收到需要跟确诊者接触的居家隔离这样子的状况，有人都还在持续上班，而且也没有戴口罩，所以造成了他们现在有一些恐慌。不知道说指挥中心这边有没有掌握这状况？然后另外说，针对这些确诊者，他如果是要隔离的，需要居家隔离的话，还有没有哪些标准可以让他们这些人可以参考，稍微放心一下？谢谢。我这边在聊，我稍微看一下，我再回应这一题好了，好，等一下。那第二个问题哪一些？就是现在很多人就是觉得说，他看到身边可能有人是确诊的，但为什么自己都没有收到说，我曾经跟他接触过，但是我却没有收到我需要居家检疫或隔离？可不可以请指挥中心再帮我们呼吁一下说，这到底如果我是需要被居家隔离者或居家检疫者，有哪一些标准可以让这些人可能稍微放松一下这样子？不然大家都觉得说我好像曾经跟确诊者有接触过，但为什么我都没有收到需要居家隔离这样子的指示？谢谢。一般而言的话，接触者的话，我们不一定都会把它列入居家隔离的对象，所以说这必须由疫调的人员，接受专业训练过的人来评估他们接触的频度、时间、接触的环境，那接触者本身之间是不是有相互有保护的措施？比如像说医护人员一定有跟病人接触嘛，那医护人员为什么没有被居家隔离？那就是医护人员有好的保护、完整的保护，所以说由疫调人员每一个这样子来做评估。那如果说觉得这种接触是有危险的这种情形之下，就会把它列入居家隔离的对象。那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请他再注意自己的健康这样子。对，好，你先讲。有关刚刚讲那个301的个案，他说我去宜兰的教会的部分，那目前在我们的疫调里面是说他有接触了3个人，那因为跟这个个案都有保持适当的距离，所以我们有做了一个健康关怀1次。那如果说个案有觉得似乎不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会再请我们的同仁再做一个确认，那看是否后续需要做一些处理。好，谢谢。那个刚才那个问题我觉得也不错了哈，就是说，事实上就是说，他不见得会被居家隔离等等的，不见得会有。但是如果你觉得跟个案有接触过而没有被问到，那我觉得是问题了。那可能在疫调里面被漏掉，或者他那时候没有讲。所以我觉得跟确诊者有接触过而没有被询问到，我不是说他一定要做相关，他有很多的标准在。但是有相关的接触而没有被询问到，没可能蒙鬼，那请他打192，跟我们来做联系，那我们可能在疫调上会做得更完全。好，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今天也是连假第2天大家就早一点休息好，那谢谢。